这一群学生要认识阿美族。那我刚在这里听他们唱阿美族的歌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是因为这种生命年纪轻轻，要承载族群的文化很重。可是我们又不得不，因为如果他们来不及学习，下一个世代的老师都不见了，他们没有老师可以学。所以趁着我还在的时候，趁着一群还用心在推展这起传统文化的人勤劳还在的时候，我真的是巴不得这群年轻人马上要去学习这个东西，因为你承载的越多，你未来要教你自己的下一代也必然丰富。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只学的一些不属于自己东西的时候，未来阿美族的文化跟艺术，甚至语言可能就危亡，非常的危险。所以我看到他们很认真，也一个字一个字在学，不下一个功夫去学会，所以很感动哈。可以进来，来，只要是可以坐的位置都可以了，躺着也可以，好不好？来。好，因为今天很宝贝，我要特别谢谢沙鱼馆长，因为我们在这个展里面有19件乐器，我刚才数算你看应该是19件没有错。所以哪一些乐器呢？阿美族都是竹子木头乐器。等一下要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嘎更发展这20年来，一直用这本书勾勒了我们现在。还有寻找过去所有乐器的踪迹，所以现在发展的乐器不到20件，还有40几件不见，也没有能力可以做。所以现在我真的很担心，我们这一辈的人走了以后，不在了以后，这些东西可能真的会没有人传。所以现在各位同学，你们现在是这一堂课的同学们，所以现在要很认真听。如果我不在了，就是你教的。各位同学，好，现在各位同学，比如说哟，各位同学，好，有实力 ，OK， 好。阿美族的，不会有人怀疑这句话，台湾的瑰宝，真的瑰宝到什么程度？待会听他的声音，它真的很美，真的很美。阿美族的母系社会是这样来的，各位。我们母系社会，等一下哈，那个我们的大使会有人翻译吗？还是会听中文吗？大使？英文。我可以帮忙翻。哦，对，你在他旁边翻一下，及时翻译。还是请坐到这边来。还是she can translate. 因为我们很不容易有大使能够来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传统，但我相信他一定有所感，因为这些东西在他那边也有啊。所以阿美族是母系社会，这个母系社会是充满侵害、平权的社会制度。各位，你们一定要同意这句话，因为母系社会的平权社会制度。被日据时代的时候统治台湾期间认为是不好的，然后一群，当然我们要讲说汉人慢慢进到台湾，然后进到原住民的部落的时候，也认为这个不好，男孩子要有样子，不能入赘，所以怎么样可以同意这个母系社会的男子要入赘到女方？但是这个入赘这个字不好听，我们阿美族称米嘎达富。米嘎达富就像刚刚馆长说，这是我们的阿卢富，我们阿美族的阿卢富哈，打样好像比较少有。阿美族的阿卢富是这样，佩戴里边的东西是现在最为宝贝的东西。以前最宝贝的东西可能是烟啊、槟榔啊，现在不装了，现在是要装自己要装的东西，待会会秀给大家看。所以这个平权的社会制度是要带阿卢富。带你的打父到女方的家去，兴旺他的炉灶，兴旺他的家族。男子的任务是这样，可是现在还有没有母系社会？各位，没有了，只有在我们嘎克乐团每天的表演的时候听得到、看得到。
也只有可能在这里可以听得到。所以母系社会的美丽，就是因为强权进来了以后不见了。所以这一群阿美族的年轻人，你们要履行传统的义务，所以你们未来男子要入赘 ，OK？ 好，现在要先复振文化，我们现在来不及了，所以你们要开始。哦，男子要入赘，这是最美的社会制度。好，不见了。再来，我们的阿美族的社会样貌，没有文字，各位，没有书写的文字，用什么来传呢？就是用音乐符号，甚至用口说，所以变成我们阿美族现在是用口传来延续我们的族群的生命。所以这个民族听得最好。你看这群学生，刚刚我们古调一听了以后就会学会唱歌，所以阿美族具有这样的本能跟特性。所以我们是用听的来认识我们自己祖先的事物，然后用传的来传我们的用说的来传我们的历史。所以音乐就是阿美族的符号。所以阿美族用歌舞来传递自己族群的东西，从千百年来一直到现在没有失真过，各位。可是用罗马字来拼读的时候，来发音的时候，有很多字是没有办法显示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文字好不好？越书写学生越不会写，也不会写。所以用讲的最好，用唱的最好。所以阿美族的母系社会的样貌就是这样，平权的社会制度，它是口传的民族。好，阿美族的母系妈妈一定要米达贝。米达贝呢，如果这个女生妈妈带了她到男方的家，这个米达贝是母系社会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女方这个小姐，她要到男方的家，每天要去挑水，要做一些家事。两件事情要你答辩，答辩这个意思是要去打败我的同伴，因为不止他一个人去，可能2个、3个、4个、5个同时爱上一个男生，因为这个男生太厉害了，一直戴口罩这样子，太厉害了，所以5、6个女生都到他的家去打败他的同伴，另外呢，打败他妈妈的本能，也就是说，这个女生要去打败她妈妈的能力。因为这是妈妈把一生的能力交给这个女儿，所以打败之后才能够赢得他们家族的欢心。好了，我的儿子就入赘吧，就这样。这个是母系社会的米达贝的第一款。好，这个就是妈妈的任务。接下来叫米嘎更。那米嘎更是阿美族很重要的一个母系社会，最重要要昭告天下，我们男生已经同意要被招赘。所以现在我们来听一下米嘎更的声音。这位要敲打米嘎更的乐手呢是来自台北，目前在西湖科技大学。会啊，这个我才几小节就好了。好，这个叫嘎更的声音。那嘎更呢，以前呢是女子敲打，梆梆梆梆梆，而且什么时间敲打？是公鸡叫的时候。公鸡叫是几点钟？4、5点。6点已经太晚了吧？几点？最标准是几点？大概4、5点。我告诉你，我们家的鸡大概3点多、3点半，3点半就开始叫第一回。然后4点半第2回，5点半第3回，叫了以后不叫了，所以公鸡叫它大概要3个小时，所以他们敲打要3个小时啊，各位。所以为什么就是要打这个嘎更呢？要让部落的人都知道结婚了，这样也不用发喜帖，不用打电话，也不用什么什么的，就用米嘎更让部落的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结婚了，这样。所以这个叫做米嘎更。好，
好，母系社会妈妈的身影哈，这里这个是不是太亮了？这个是不是要关掉？也可以，这个里边这个有吗？有可以，还好吧？还好，好。好，这是妈妈，告诉各位，妈妈就是这样的身影，在部落里面在从事这文化。妈妈也要自己缝制自己的阿罗布，要送给自己的每一个家族的孩子。所以这是他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妈妈的十字绣来讲一个故事。2000年的时候，台东办一个南岛文化节，是我们规划的，叫做原住民嘉年华会，国际原住民嘉年华会。我们邀请了12个南岛民族的国家，然后也因为进入到21世纪，我们有21尊的木雕，请木雕家来雕。然后呢，100公尺的十字绣，100公尺的十字绣列入世界纪录。当时我们邀请了100个十字绣的老师，在麻袋里边、麻布里面来绣，也创造了纪录。原来老人家教的东西到自己的时候可以做变化。我们会发现，传统的十字绣越来越很多的图文纹理出来，是因为结合现今的感情。老人家教这样，那你可以很多的创意。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推展，也推动我们所谓的文创，要让我们传统的事物可以呼吸，可以有创意。所以传统的东西可能我们现今没有办法吹，但经过巧思之后可以吹。所以等一下呢，会一件一件为各位来介绍哈。好，这是妈妈休闲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好，歌谣就是历史，不要忘记。阿美族在这里，同时我也和平念令，你们不要忘记，阿美族的歌谣就是我们的历史。这句话的意思是。这句话就是中文说，我们阿美族的历史用吟唱代代传下来，在歌谣里看见我们族群的生命。这是郭英南老先生，还记得这位老先生吗？应该我们这个年纪都记得，很会唱歌，用生命传唱阿美族的歌。好，歌就是我们的符号。很美的一句话，歌为什么会变成符号？真的，每一个符号都是文化的记载，都是文化的文字。你们刚刚学的古调，那个辅音，嘿呀呀呀，耶嘿嘿，啊嘿嘿嘿，这个符号到现今我们在年祭的时候听得到。在喜庆宴乐的这个环境里面也可以听得到，所以这个符号一直到现今都在用。按照每一个人在传唱这个事件的时候，他只要握有麦克风，哎呀哎呀哎呀哟嘿耶耶哟哎呀嘿。巴多斯阿高松伊哩哩，嘿嘿嘿嘿呀，伊哩哩归让你碰先生哎呀，哎呀啊伊那个团长去陈团长，啊嘿哎呦啊哎呀，这个符号各位千百年来到现在使用，一直在用。好，现在进来的我们的斯黛利先生，掌声鼓励，来自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音乐人。我刚刚听了他片段的音乐的介绍，才知道跟我们的没有什么两样，都一样，都是竹子啊。所以歌就是符号，一直到现在使用。所以这个海洋和外洋是非常微妙的在使用。海洋，海洋，海洋。哎呀，哎呀，哎呀，哦耶耶呀，哦耶耶呀，哎呀，好，就是这个符号，哎呀，好哎呀，
到现在没有失真过，也没有掉落过，一直在传递的这个族群，用海洋哈维亚告诉全世界我的族群的存在。所以任何海洋哈维亚，比如说哦呀嘿呀哦呀嗨，我很高兴今天各位来到这里，真的很高兴。词是这样，可是我最微妙的使用就是这个符号。哦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要讲到3个小时以上，你们可以耐得住吗？哎呦呀哦呀，这个意思。我把词要表达的是用海洋花样表达出来，很美的符号，各位一定要会使用这个符号。所以阿美族，刚沙利馆长跟我讲，你会不会懂得英文？我说我懂得，我懂美语，不懂英文，就是这个美语。美语就是马杜达布雷古拉丢诺阿米斯古法纳米斯达布萨米在巴拉桑古达哈，马丢鲁多古拉丢诺阿米苏尼马祖高祖苏尼马格马里格鲁多巴杜拉山，这是我们的语言的美丽啊，非常的美。好，好，我们的舞蹈是我们的图腾，各位有参加过部落的丰年祭，举手这边。我说这边啊，没有哦，好。那个欧先生，你不用举手。这边好有没有吗？哈，我们一个都没有。好，今年7月第2周，不用了，不用第2周了，第1周就来了。第2周连续在台东，我安排吃住，好不好？我说到做得到。我安排吃住，但是你要帮忙工作，取材，然后处理乐器。然后呢，带你去体验阿美族的丰年祭，这是值得的，各位，愿意的举手，愿意的。好，请上我们的粉丝，打够的粉丝登记哈，一定要来。第1周我们办一个大型的活动，我们自己改革要办一个活动。第2周是我们部里的年祭，我可以带你去海边。杜立的海边是东海岸线的，叫镜面海滩。对，等一下，如果你加我的赖，我就传给你。那个镜面像镜面一样，非常漂亮。所以，我们的舞蹈在年纪看得到。各位，我还是要讲这个故事。你们也都认识一个音乐人，很年轻，叫苏米恩，听过吗？哈，苏米恩有一天找我。问我说，因为他最近要做一个专辑，果然已经出来，就跟嘎更合作，叫《捧哒哒》，有听过的？有了吗？请上网买这个专辑，很好听，嘎更的声音在里边。索命问我，老师，阿美族的节奏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是教这个打击乐，这是阿美族的节奏吗？我说不是。这个是吗？我说，你不要说，不是。然后他又在加，这个是吗？你要说，不是。很多打了很多，我都说不是。阿美族的节奏，各位，阿美族的节奏，全世界，同学们一定要听。阿美族是全世界最多节奏的民族。我们的节奏在哪里？我们的节奏在哪里？对，在舞步，各位。传统的舞蹈可能有好几个舞步，丰年祭有多少个丰年祭的舞蹈，都在展现着、呈现着阿美族的节奏。我们的节奏不是用来怎样敲打，而是用跳的。所以各位，这个就是阿美族的节奏。我们的歌
就是符号，我们的舞蹈就是我们的图腾。不要忘记，每一个部落的年龄阶级，他在跳自己的舞蹈的时候，就在展现那个部落的符号、部落的图腾。有人问我，老师，你们那个可以画的图腾是什么？你画啊，画不完呢。我们没有单一可以显示出来的图腾，所以阿美族的图腾都在我们的舞步里面呈现出来。所以阿美族是全世界最多节奏的民族。你们同意吗？同意。你不同意的话，我带你跳丰年祭，你就知道你的节奏有多少个。所以这个民族的节奏不是用敲打，而是完全是用跳出来，而且可以跟人体做最好的契合。所以我们的舞蹈，老人家也告诉我们的舞蹈的目的。好了吗？看完了吗？好，下一页。舞蹈，各位你看看，舞蹈会使生命欢喜快乐，同意吗？同意。不同意吗？你们一定要同意，真的跳舞真的会热起来。等一下我们来试试看，每一个人都可以敲打，每一个人都可以舞动。舞蹈是歌的本质，舞蹈是生命的献祭，舞蹈是团结的象征，舞蹈是生命的连结，舞蹈是生命的礼俗，这么重要，都一定要舞蹈。各位，膝盖弓起来，快点。好，右脚或者左脚都可以。对，每个人都要敲打。对不起，可以轻一点。没办法，这是武器。差一点垮了。轻一点可以。啊，轻一点啦，我们轻一点来，来1/3的力量来，1、2、3，来。好，那个有桌面的敲打桌面来。好，不能打的也拍手了。对，你看哦，身体一定会热起来哦。你们要跟我学哦。来哈嗨。嗨哈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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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喽，我领歌。嗨耶哟啊耶呀，嗨哈嗨，嗨哟呀，嗨哈嗨，嘿耶呀，嗨哈嗨，嗨呀。感谢各位，今天跳舞，我们要这样，跳到明天晚上。好，各位，晚哈嗨是什么意思？是好的、可以的、没问题的意思。那你们刚刚讲说我们明天跳到明天，你们说晚哈嗨呢？是的，是的，好的，好的的意思哦。所以这个领歌跳舞的人就怎么唱怎么跳，我们就是要跟着学到他停止为止。所以这个阿美族的唱歌跳舞就是这个目的，非常的棒哦。好，我们的生命是被奠基的，各位，我们现在都是在我们的强者的肩膀上。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曾经很努力唱歌跳舞，非常努力在传这些东西。我一直在歌颂我的祖先，但是我不讲祖灵，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灵，一个叫圣灵，一个叫邪灵，没有所谓的祖灵。我觉得应该是祖先。
我一直推崇我们的祖先，很认真传唱我们的歌。如果他们曾经懒惰，我们现在还有没有歌可以唱？没有。如果他们曾经懒惰跳舞，我们现在也没什么舞可以跳的。各位，就是因为他们传承了这些美好的东西，我们在他们的肩膀上一代一代传承我们的乐舞。所以，无论是歌舞的氛围，歌舞的启示，歌舞当然不是一个人跳，歌舞一定要牵手，歌舞是一定要很大很大。好，接下来我们要练习唱歌。唱歌4个目的。我们阿美族说：“你把哈古法鲁做，马黑弄古法鲁做，马巴埃这古法鲁做，马巴人们古欧列。”我们唱歌的目的是这样，各位，不是很无聊，也是很无聊啊。如果你很无聊的时候唱歌，刚刚也是达到自己疗愈的目的。唱歌一定是这样哦。好，这位老先生他讲了很经典的话，我觉得是我们现今年轻人要学的。Tuna mafana kaku arumadio tu ma tu nikafana aku marufainayan mafana oli lufina zada。他原来是学会唱歌，才学会做男人。也因为学会唱歌，也懂得自己的文化，自己部落的生命，所以唱歌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啊。接下来我们很快的进入到我们的重点，我们要介绍的是阿美族的乐器。阿美族的乐器，这个就是阿美族的乐器，林林总总，但是这个只能这样子贴，对不起。这么多的竹子跟木头的乐器，那你会觉得这个会用在表演吗？还是用在生活？我们传统的乐器，这些东西不叫乐器，那是跟传统的农牧生活有关。像这个，这个呢，我们阿美族叫嘟嘟，嘟嘟过去是要喂猪，用木头凿了以后喂猪用的，然后挖个洞，所以这个呢叫做裂痕鼓，有裂痕可以做鼓，因为可以敲出声音，所以裂痕产生了它鼓面有一些变奏，有不同的层次的声音，所以这个呢以前叫嘟嘟，萨比曼不嘟嘟，萨巴干嘟用一点好。所以现今我们在表演的时候，一定要敲打这个。好，这个是用手拍，各位，它其实，你看它的楼下没有问题吧？这个很吵哦。这个呢，这样敲打。都有它不同的使用，所以非常的吵。对，我们现在鼓励大家用手拍，手拍对身体有帮助，所以将来学生，你们跳舞、唱歌的时候配这个。好，这些乐器都是为了要表达自己的内心的东西出来的时候，要有一个辅助的节奏。你们可以试试看。一定加分，一定冠军，真的，就是这样，这么简单，也是裂痕，一个竹节裂痕了，你可以做成鼓，敲在这里，
单手也好，双手也好。我最近跟人在做音乐的合作的时候，就是用这样敲的。用鼓棒打，但是这是笛子，还可以吹。就是这样，好。所以这个是竹子。这是什么？对，漂流木。这个是牛的骨头。这是漂流木，各位。我绝对相信这个东西要在你的歌舞里面一起呈现。所以阿美族说：“沙巴杜乌杜拉六，列面。沙巴杜乌杜拉六。”跟着歌来的声音，所以他是不是要唱歌？他的东西声音就进来。这是漂流木，哦，这是海边的木头剪掉的啊，拿来做的。好，工作人员在吗？我们的原定时间到5点嘛，哈，好，5点半的时候跟我讲一下。阿美族的音乐，各位，这一句话是这本书来的。这本书，啊，好，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写的说，无论是声乐、器乐，均为台湾各土著组织冠。以前我们的名字还不是原住民啊，这是1956年的时候出版的。当时大家都还没有出生呢，有吗？有了哈，有吗？哦，真的呢。好，这本书讲了阿美族的乐器。非常的多的乐器的形式，这个呢叫做洞，这边有很多已经有洞的竹节。这个在做什么呢？它只要一个洞，它只有一个洞。再强调，它只有一个洞。它只有一个洞。我刚才你要是会就给你了。哎，你要试吹啊？对，这个就是一个洞，一个洞就可以演奏，就是来自这个概念。各位，我们如果被蚂蚁或者是蜜蜂找个洞以后，你试试看，风吹的时候它会有声音。这个要女生教吗？好，不会哈，没有关系，慢慢来。所以阿美族的传统的乐器的概念就是从这边来，只要有洞就可以发出声音。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结合很多的，只要有洞。好，我们现在第一个，只要有洞，像这样的有洞就可以。这什么笛？笛。好，用鼻子嘛，哈，好，只要有洞。
而且是淡水河。你问家品有没有这个材料？一定有这个材料。原来到处都有材料可以做乐器，只要有动就可以发出声音，只要有动就可以发出声音。只要有动就可以发出声音。你们要是在开始表演的时候有笛子吹，一定加分。是，要使用这一些，只要有动就可以发出声音。OK， 好，比就拿哇就有声音，是这个概念。比就拿哇。材料没有带过来。比就拿哇就是有一个缺口。就是缺口比就可以发出声音。哦，这就是个比就拿哇。好，再来。所以我们现在在推这个概念，只要是竹子可以做什么？做笛子。只要是木头怎么样？可以拿来打击。只要是气，是。我们试试看，我们能不能气就会成歌。我们现在不要只有呼吸啊，呼吸很重要，但是能不能把气当成歌？好，比如说，哦海洋，我来到北投文物馆，见到1、2、3、4、5、6、7、8、9、10、11、12，这么多的朋友在这里，满心欢喜。有的戴西装，戴着领带，有的戴着帽子，有的是黑发，有的是白发，各样各类的朋友都在这里满心欢喜。气做成歌。最近这首歌是这样，我一定要看手机。但这个没有传给你们，这个歌词是在手机里面。然后呢，我一定要戴眼镜。你们一定会记得，我这样唱什么意思？2020。那现在没有。1.2 7050 UH 6A 933，从02飞到03，报喜传安，0807光点消失，1030。注音再来的 SOS， 哦，5颗星星，3朵梅花，搭着彩虹桥，在红土地上，雨打灌酒，翱翔天空。什么意思？对，飞鹰失事的记号。2020 1.2是2020 1月2号，7点50分，有一个代号叫 UH6M， 编号是933。从02是什么？台北，飞到03是哪里？宜兰。他们要去哪里？他们要去慰劳官兵，叫报喜传案。0807光点消失
你知道什么叫光点消失？在雷达看不见。1030族1030印族这个名字，放映的映，竹子的竹，在 LINE 里面 SOS 求救，然后5颗星不见了，3朵梅花不见了，他们搭着彩虹桥，你知道那个几条杠是一座桥的意思，士官长是一座桥的意思。然后呢，与大关鸠在天空翱翔，是在记录了2020年1月2号的事件。所以这个能不能做成歌？可以的，各位。所以我就为了这个事件做了这一支笔。所以这个笛子命名叫黑鹰笛。然后它的环1、2、3、4、5、6、7、8，什么意思？8个人不见了。所以为了纪念当下这个笛子而生，然后他们趁着彩虹桥跟大关鸠翱翔天际，就叫纪念这个黑鹰事件。还特别为这个事件做了这样的歌，所以这是纪念当下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叫黑鹰笛。那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能不能凡气可取？就是你的气灌了以后，它就有发出声音。好，哇，马上就有。好，请认识一下这个乐器。这个乐器叫做笛笛。我现在有一点，因为刚刚这边冷气太冷，好像有点鼻塞，但是还是可以吹。笛笛，全世界南岛民族都有的乐器。我们去过夏威夷、大溪地，它都有不同的形式，有时单管。笛笛。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不要让鼻子闲的没事做。鼻子用什么？所以鼻笛很重要，是因为在传递的，这个叫恒音，这个叫旋律。如果按照这是天，这是我，这是我老婆，这是我，这是你，这是我，这是大家，这是我，一样的概念，它是一体的、结合的、融合的，所以鼻笛的声音非常非常的优美。
吹，鼻涕也会流了。这个是鼻底，各位南岛民族，请记得台湾原住民目前有几族？啊，不用怀疑，最大一族就是阿美族，对不对？阿美族目前有20几万人口，然后身材最漂亮、最英俊、最潇洒的是哪一族？阿美。对，不用怀疑，是阿美。信不信？这里可以印证。你看，各位，请我看一下，随便挑一个美女，站起来一下。请认识一下我们阿美族的女生的轮廓，就是这样。向左边看，你应该是全美的孩子，全美。哦，不是哦，那你爸爸，你妈妈是什么族？爸爸呢？那就全美啊。他全美的意思说，他很难理解全美什么意思。我又不是美国人，我又没有美国籍，我又没有绿卡。好，这就是阿美族的轮廓。所以16组身材最高的真的是阿美族哦。然后呢，最多乐器的也不用怀疑，一定是阿美族。目前40几种，40几种的传统乐器。然后最后最会唱跟跳的是哪一组？也不用怀疑，就是阿美族。所以这个民族很优越，但是千百年来才20几万人口。我每次是我跟祖先讲说，你们都在做什么？我们到现在呢，千百年才20几万人口，所以在台湾还是非常少数。所以要很认真在传递这些东西，因为台湾的原住民有4个族群，还有鼻底，请大家认识。如果猜对的话，礼物跟李馆长要。第一，阿美族以外还有哪一组？台湾。好，台湾你们应该认识。好，卢凯。好，卢凯有了。好，所以每个人都答对了，等下跟李馆长要礼物。他的礼物很简单，恭喜恭喜。好，就这个4个族群。他们非常认真在传递自己的传统的乐器，所以台湾族不用怀疑，台湾族是贵族，一代一代传。那阿美族是生活用的，所以蛀虫了坏掉了就怎样，丢了重做，烧了重做，这样阿美族说技术才会有在。所以你一劳永逸，不做了，技术就不在。所以我们的传统功法，就是要在不断的制作中延续下去。好，这就是祈祷吹鼻底，这就是我们阿美族的鼻底，但是现今没有一只存在。这是我的表弟啊。好，我们吹鼻底的表演。好，这是笛子，刚刚各类的笛子，各位我们只要是竹子都可以做笛子，这边很多都是漂流竹。就是海边不要的，拿来剪，拿来做成乐器。其中有一个，这是不起眼，你来舔看，咸咸的。这是海边捡的，这个就是拿来，你看不起眼都没有修哦，一样可以演奏。咸咸的，这个笛子是海边捡的，待会它的主人在这边好，也是漂流组的概念。我们从这边，这是海边捡的贵族。哎呀，那呼啊呀呼哎哈嗨，哎呀呼呀呼哎哈。这个是构树的根，里边它原来有石头，
我就没有把它清出来，然后接到这里。这是我，表达的是我。哎呀呀，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哦哎呀，哎呦哎呀，啊哎呦哎呀，哎呀呦，哎呀呦呦耶，哎呦耶，哎呀。它是一个藏，但它是一个组合，都是漂流组的概念，漂流木组合成为我们的藏。所以领歌领舞的时候一定要有藏。所以如果你们唱歌跳舞要有藏，一定加分。OK， 已经提醒你们哦，很多东西都可以结合。所以这是一个可以组合的乐器。好，宫琴，我最爱的乐器之一，因为宫琴可以就像我们的蒙古的喉音是一样的，喉音，哦，它的声音非常非常的特别。今天呢，这个弓，这个弦，试试看。马上现场制作，能不能发出美妙的声音？你们算，计时开始，来。快点让计时。也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乖哦，继续继续。要念到50的5倍。77。故意让你们练掉100，这个弓就形成了。弓呢，全世界最奇妙的乐器，像唐波，它声音就是这样而已，可是要放在嘴巴。
因为主人送了血，这个是他的鼻子啊，恭喜。那这是我演奏用的，它是黑色的，是碳化的竹子。宫琴是非常奇妙的乐器，我非常喜欢，因为它可以把你生命里面要传递的东西透过嘴巴，它一定要透过嘴巴。如果只有光弦的声音的时候，只有这样，没有变化。可是放在嘴巴，为什么会那么多的变化？是因为表达了我的感情。那里边的运用就是舌根、舌尖、口腔。所以这个声音非常非常溜，非常喜欢宫琴。好，这就是老人家在弹拨宫琴，这是我的表弟。口簧，口簧现今每一个族群都有，其中太鲁阁、泛泰雅族就是泰雅族，还有赛德克，他们都有非常精致的口簧。可以做到8簧，可是我跟老师在分享的时候，阿美族的单簧可以有8簧的效果。所以这个口簧琴是现在每一个族群都有。好，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样子。好，女生也可以弹。好，对不起。所以。要不要听口簧琴的声音？这就是口簧。然后如果不用，好，介绍完毕。口簧琴一定是佩戴的是最好听的。这个呢？就是这样的口，但是我被这个声音也吸引，是因为它在传递人内心的爱，传递内心的情愫。宫琴跟口簧琴都是一样，阿美族人来表达爱，表达爱的用具。他借着口簧琴表达内心的，我都喜欢你，你知道吗？你当然说不知道。那过去就是年轻人，他必须要会做这个，然后要在女方的墙角边，叮叮叮，让他听到，哦来了呀，我心爱的爱我的来了。他每天都要这样表达他的爱，然后你听到了以后，你会出门跟他约会一样，这是约你约会的声音。可是有一天你沉睡，妈妈听到声音了，妈妈会叫你，说来了这样，她不会妈妈出来。
所以这个口簧琴很妙，它就是这样。好，对，这个是已经碳化的簧片。各类的，我们最多到双皮也可以做成还没有碳化的，这个色系很漂亮。所以如果你一样要放在嘴巴，如果你的表演阿美颂之前也做口簧琴，表达爱，一定加分。现在已经提醒你了，有几个乐器了。弹拨口簧琴一样声音，这是声音。可是要放在哪里？当然要放在嘴巴，才会产生非常美妙的声音。所以这个是要表达爱的工具，所以这个要放在身边，收藏以后就放在身边。这个就是我们阿美族最厉害的乐器之一。以前是1对1，现在是要对着大家，对着土地，对着大自然，对着社会，对着国家，表达内心的爱意。好，接下来这个叫磨底。我就是用竹子做，各位，这是从台东带来的竹子，因为我怕这边没有。班长可以在这边削吗？削可以，可以的，可以啊。魔笛是一个全世界最奇妙的乐器，它可以不用指法，所以那个不会指法的可以用这个乐器。因为指法太难了，不用指法。各位，什么意思？我来削给大家看，等一下你们来吹。削，有吃过竹筒饭吗？有。竹筒饭有什么馍吗？有竹馍，对不对？那个馍呢？就是这个意思。原来我们阿美族不只有吃竹笋，也可以做成竹筒饭，也可以做成乐器。指法，甜甜的，所以这个就是用竹膜本身的震动而产生声音，就是人的声音把它震。这个是小小的竹膜，但是我们演奏的模拟。有好几种啊，这是我表弟。所以这个演奏，这个是在总统府里面的慈善音乐会的时候，各位这就是魔，很奇妙的乐器，这个到现在还没有破过，不知道这边演奏会不会破，那就不用吹喽。
鸣，这个是不用买的乐器，各位，山林就有了，竹子一削就可以做成笛子，干嘛去买乐器？是要自己做，所以这个魔笛非常的简单，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演奏。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演奏，都可以，只要把它嘟出去，它就有声音。讲一遍。对，来试试看一个。可以。高音8度。对，好，来，你就嘟啊，你负责嘟就好了。好了，等一下啊，等一下，来，你看。好了，这送你了。只要嘟怎样，就有声音，多么美啊！不用再练指法，很辛苦。所以这个乐器是最美的，指法或是和弦很难呐。我跟你讲，就是削出了有抹就可以演奏。我一直排笛爬得住。爬得住呢是我们的排笛的名称。那在台北基隆河，我看见了很多的炉主，都可以拿来做成乐器。今天也看到，今天这个马达加斯加也用排笛，它的排笛当然结构跟我们是一样。各位不用怀疑，这个是台湾的材料，这个都是我们的，这是台东的材料。这是漂流到海边的漂流的炉竹的材料，它都可以演奏好听的歌。你可以这么短拼出来，灌气就有声音。刚才嘟了就有声音，这个只要吹出去就有声音了，不用指法，这样一个很简单，灌气就有声音。它产生切音之后，灌出来的声音就会听到每个音高。一根竹子炉竹就可以做成一组排笛，那个炉竹满山满谷都有。还要买排笛吗？各位，告诉自己不用了，自己做。哦。灌气，那这样的歌在阿美族很多歌都可以演奏。你的表演一定要是吹排笛。2、3、4。你看，你要是吹这个，加上你的表演，我要是做评审，我一定感动，一定加分。所以这个是不用
外面不用插电的乐器，就可以呈现声音，多么美！好，介绍一下这个，在楼下，这个最传统的排笛，阿美主要知道，最传统。以前是讯号，讯号做什么呢？放牛的时候，两家公牛能不能一起放？知道，你们有没有放过牛？好，刚刚阿姨说不行，真的会怎样？打架。所以两家公牛一定要分得很开。可是因为我是朋友，是邻居，要一起放牛，前后左右分开。讯号来了，讯号来了。哦，赶照。哦，洗顾。听到声音，我还在。哦，那好，好啦，回家了，讯号，就这么简单。彼此讯号传递，然后到家了以后，妈妈知道了，我的儿子回来。这个就是讯号，各位，早期它不是乐器，它是讯号。所以我们的排笛。我们的排笛可以做到这么多，所以它已经有很多的进化到用竹炭的排笛，这是我的表弟。这个要介绍，这个是在所罗门，不是，对不起，这个是在沙漠表演的时候，然后这排笛送给所罗门群岛的朋友。好，目前就是这一组，我们请子安来打。Q 一下，我们介绍子安，他是我们台北团很厉害的鼓手，他很少打木琴。来甩一下，他刚从美国过圣诞节回来，他在美国竟然可以教那边的小朋友哦，已经教到会做笛子，会做喜乐笛。会做横笛，各类的，还有这种笛哨也都会。来，不管你啊，看你哦。好，我们这个不叫做难堪，而是不好意思。来，我们请马基古。那个子安，你打这个可以打吗？这个这是打这个，我们来唱歌。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唱歌。好，这个叫木琴，先甩一下木琴的 solo。这个是用黄锦木制作的黄锦木，但最好的材料叫做刺葱。刺葱，对，用刺葱做木琴非常的好，但是这个是因为轻，这是我们带去大溪地的木琴，好。
不叫者难堪，而叫者不好意思。噔哒哒哒，哒嗦嗦咪嗦啦啦啦。一起唱歌。原来木琴可以把歌引出来，可以把歌可能可以发出声音的都可以引出来。所以我们谢谢子安，谢谢马继姑。赌上，好，木琴赌上，我们有各种的竹鼓。那个竹鼓在哪里了？好，妹妹你来打一次，来唱歌。好。对，简单打节奏来，对，来简单这边，来腿上，好，用手来，对。我是不会节奏的。继续，快点！要配着阿公的歌声，真的很难打出节奏来。1、2、3、4，我是一个会打节奏的小女孩。2、3、4，现在认识了阿美族的族谱。谢谢妹妹，你不要带回去吗？这个竹鼓，各位是台湾的竹子可以做成竹鼓，但是你现在看到那个图面是什么？巨竹，用很巨大的竹子来制作的鼓面，当然声音会不一样。所以在表演、唱歌、跳舞的时候，呈现它的声音一定加分，各位。好，这个叫做打特布案。打特布案呢，我们今天没有讲了哈，没有讲这个。这个主要在团队里面表演的时候的指挥鼓，就像我们的交响乐的定音鼓的效果是一样的。沙林，各位，无论是来布农族的沙林，请亮一下布农族的沙林，对吗？对。来，阿美族的沙林在哪里了？好，阿美族的沙林。还有马达加斯加的沙林，哎，打一下，帅哥。对。里边呢，里边就按着你要装什么，我们是装这个黄豆、小米或者是稻米，
所以有的是可能那个布农族的应该是也是放谷物。我是喜欢用小沙子，无论去哪个国家，我就偷拿他的沙子来做沙铃，来纪念曾经去过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沙铃。刚刚这是葬礼，我们表演的时候都需要用葬铃。好，各位嘎更呢，请认识一下，我们每天都有表演，每天都有表演。在台东台十一线的125K 东莞处阿美族民俗中心，去过的举手。那个有去过的情况下，还没有去过的举手。好，我约你们7月的第几周啊？第1、2周都要去。OK， 好，你只要说我参加过北投文物馆的课程，老师说你可以来。好。请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约定。好，这个就是嘎克。嘎克呢是女生专门打的乐器，非常响亮的声音。好，也可以做招牌，但是这招牌会蛀虫，当然是不在了。原来我们的构想是做招牌，非常好看。好，可以带动的妇女一起来敲打。我们表演的时候都是竹子，这是在音乐厅里面的表演。这是我们跟多伦多交响乐团合作的时候，在加拿大，跟交响乐合作。我们去过这个爱丁堡，爱丁堡是全世界最大的艺术节，风街表演，这个时候我们去韩国，然后去澳洲，都有跟不同的族群做交流。很宝贝的是这些乐器的声音很吸引人，然后去大溪地。今天我要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原来乐器不起眼，就在山上。这里阳明山，北投去到这里很近的。什么古道？横林古道，这边竹子蛮多的。各位，这边专家周家平在这里，你只要跟他去拿竹子，他会教你制作乐器，他很会。这边我们已经给他很大的空间，所以今天呢，我本来请他 Q 他上来吹奏一段。你会吹什么乐器？有，他真的是很厉害。来，竹子很多，这个是布拉克，对，很好吹。周家平先生很会做乐器，很会演奏，所以各位如果在台北的需要，找竹子找他，做乐器找他。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的乐器自己做以外，要自己演奏。那演奏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跟大自然一起来呼应。大自然每天白白的，我们享受了大自然的鸟叫虫鸣呢，我们一定要跟他们回应，做一些对话。所以我相信周家平吹奏乐器也不在乎是有这种目的心情。来，吹奏一曲。其实演奏是不敢当啊，他只是一定要会吹才有办法去制作，因为制作过程要需要调音嘛。所以如果没有吹好，请大家都多多包容一下。好，那这样，其实原住民的曲子不是很熟啊，所以我就吹的比较迷啊，这样子就好了。
那边已经很多笛子了，你不要在乎这一支。好，再一次谢谢嘉平。别忘记了，找竹子要找谁？周嘉平。那做笛子找谁？周嘉平。周嘉平电话0932这里。好，换了吧。好，找他，等一下一定要找他，带你去阳明山。我最近享受他的笛子的供应。各位刚刚听到的这一支，这支叫黑鹰笛，这个是阳明山的，就是周嘉平送给我的竹子，然后做成的笛子，为了纪念黑鹰事件。很有意思吧？你一定要知道说那个国家发生，或是我自己的周边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用竹子、用笛子来做纪念，而且还赋予它歌曲，这是很有意思。好，好，哎，没有了。好，对，因为时间听说有点打烊，所以我们不能超过这个时间。阿美族，要认识阿美族，要先从他的传统的习性。各位这一群同学们，请认识一下他们的长相。也许有一天，我们的教育部部长会从这边出生，诞生了。经济部部长。所以原住民永远是原住民吗？不一定哈。所以我们现在很优秀的人也都在台面上。我认识一个艺术家叫尤西夫，大家都认识嘛哈。尤西夫呢，他为了台湾原住民的艺术，甚至国家的艺术，然后各处奔跑，在传递台湾的多元跟丰富。我送了他一支笛，也送了一支横笛，也叫勇士笛。有一次我问他你会吹了吗？不会。我说那要收回来。我也送给我们的执行长2支非常好看的笛子，到现在已经会了一点点。各位，送乐器不难，他一定要会吹。所以我们现在我又再请一位老师，很厉害的老师，演奏他最拿手的曲目。我们欢迎彭先生，吹你的笛子。好，这次你吹好了就是你的。老师到这里了，他是非常非常的低调的艺术家，他也不称为艺术。这个笛子叫喜乐笛，他一直想要一支，所以特别做了一支，用手工完全手工，挖洞也是用手工。对，就这样对准吹。对。看。你可以看到风的影子吗？风的影子就在树叶里，风的声音就在
树叶摆动所成的。风的歌就是风的声音。我们要跟大自然结合在一起，无时不刻有很多音乐在各位周遭。感谢你们。我们台湾3天认识了有这个大师，只听到声音，没有见到人。这隔了2、3个月，终于见到他的风采。好，就送你了，对，带走了。有，带。因为你签了，我不敢要了。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笛子我是在土耳其买的。土耳其，它的名字叫 DUDUK， 这个发音就是跟这个一样 QQK， 嘟嘟，这非常很特别有趣，所以这个送给我还没吹过。哦，谢谢。元朗，来拍照一下，拍照。谢谢土耳其的笛子，有7个孔，还少有哎。哦，这个要练。这个发音完全一样。好，其实结论很简单，各位3个。原来我们的大自然就是我们族群生命礼俗的启蒙。你一定要进去大自然一次，然后一个人哦。有人说老师好可怕呢，就是要怕。你不怕你就不要去，就是要怕，让自己在大自然里面，你要学2种态度：一，谦卑；二，敬畏。是吗？我们的欧先生哈，我最近哇看到他拍的这个大冠鸠什么鸟类，好精彩。要一个人，不要有干扰，拍得更多。所以大自然是我们的老师。我到大自然，像比如说我爬都兰山一个人爬的时候，我不怕，是因为我做是怎样的就怎样的，就去大自然，然后到上面去演奏、唱歌，就是要让大自然认识我的声音，这是很重要。我们跟环境完全脱节，这群年轻人在都市里面，可能也不会下海，你只 Q， 你只认不会哈。所以今年暑假我要教你第几周？第1周。好，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海洋。第2，一定要上山。上山呢，你就知道你的渺小，然后在那边跟大自然为伍，你会听到免费的交响乐。大自然的声音非常非常的美丽，是我们人的声音是无法比拟的。所以在那边你会欣赏，原来很多的音乐人，他要借着大自然得到启蒙，得到灵感。是，大自然是我们真正生命的疗愈师。你只要进去大自然，信不信？你绝对是不一样的。那一生没有去过的人，永远骄傲，真的。老师，那要怎么去？一个人爬玉山，爬奇来山，一定要这样，试着让自己的生命跟大自然相融。第2个，歌谣是族群文化的生命记录，各位不要忘记，我们的歌都在记录着我们美丽的传统文化。这些乐器，你要是不做，它会消失，它会蛀虫，它会烂掉。但是做了以后呢，它有生命。信不信那一根刚刚彭先生拿的那个竹子，在海边你要是不取，它早就烂掉了。学一下看。要让你们学这句话，是因为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烂掉。学会弹舌的就是阿美族，不会的不是哦。烂掉。这边有没有会的？烂掉。会一下老师，烂掉。有，会的。好，一
因为阿美族说，你阿辉都发到这样多百亿路多20多里等，想感谢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创造者留下这些美好，所以要存你阿赖给大，阿赖是什么？对，所以烂掉之后一定是阿赖，阿赖，阿赖是阿美族的谢谢。好，最后乐器是我们族群生活智慧的词典，各位从这些乐器里面看到我们的传统的智慧，所以不能忘记这些智慧，留在你的身边，成为你的加码，更认识自己族群的美丽。本来应该还有时间给我们的等一下，老师，没有哈，我就是想邀请Sammy跟老师，因为刚刚Sammy在楼下，他表演了排底，他其实他排的表演很多，但是我想